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秦鹏观察。美国国会通过近9000亿美元国防预算，特重防备中共、俄罗斯。12月14日，北京网友预言地铁要断裂，话音刚落，北京地铁经历惊魂一刻，真的断成两截。经济下行期的中国有多危险呢？越南辱华，惊现一指禅，越共党魁更是蔑视习老大。那首先呢，请大家帮一个忙。由于之前我的 YouTube 频道被限制广告和限制流量，我开了一个新频道，请大家呢点击评论中的链接关注，谢谢。当地时间的周三和周四，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一项规模前所未有的国防预算法案，将由美国的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的支出高达886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280亿美元。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表示，每年这项法案的通过都向捍卫我们自由的男女军人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即国会可以发挥作用，并将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最重要的是，颁布国防授权法案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世界各地恐怖组织的前所未有的迅速演变的威胁。前一天，参议院的两党领袖也表达了对抗中共、俄罗斯等威胁的决心。其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前表示，在全球安全面临巨大麻烦的时候，制定国防授权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使我们能够坚守对抗俄罗斯的防线，坚决对抗中国共产党，并确保美国的防御始终保持最先进的水平。在投票后，他又强调，我们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资源，以防止中共政权的侵略，并为台湾军队提供资源。我们将向国防部提供更多资源来部署和开发人工智能，防范外国网络威胁，提高不明区域现象的透明度。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则赞扬该法案，认识到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改进关键能力，来加强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竞争中的地位，包括远程火力、反舰能力和三位一体的核现代化。从新法案的这个具体条款来看，也有很多亮点，要求为美国军人加薪5.1%，这是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加薪，将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计划延长到2027年，这一点和我在参议院议长选举时说的一样。我当时呢说过，约翰逊不会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全面停止援助乌克兰，相反的，他将利用制定预算的机会施压拜登保卫美国南边境，因为支持乌克兰不仅有利于削弱俄罗斯，而且呢可以大大的遏制中共的扩张野心。那国防法案呢，也提供了147亿美元在印太地区威慑中共，这个将使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 AUKUS 协议得以实施，并授权最终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攻击型核潜艇。这是美国和盟友对抗中共在南太平洋扩张的重要一环。该法案呢，还将建立印度太平洋战役倡议，将增加美国印太司令部进行演习的频率和规模。那值得注意的呢，还有这个众议院版本限制了极左派在军队推动的一些议程，包括将禁止国防部长支付或者是报销和堕胎服务相关的费用，禁止服务人员的医疗保健计划涵盖跨性别者的荷尔蒙治疗和性别确认手术，以及呢多项旨在禁止为军队中的批判种族理论，就是所谓的觉醒计划提供资金。它还将禁止在军事设施中展示任何未经批准的旗帜，例如 LGBTQ 这个旗帜。那新法案呢，还将帮助那些因为不接种 COVID-19 疫苗而受到歧视或者强令退伍的军人，涉及大约8000人。这样呢，未来他们的晋升就不会受到影响，并将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全额退休福利。今天，中国当地最大的新闻是北京的一列地铁在晚上行驶中，突然间断裂成了2段，并且造成了30多人受伤，而事前呢，居然有人成功的预言中了。那对出事的地铁，网友发了很多的视频和图片，表明当时一声巨响，
然后是一阵猛烈的冲击感，列车停下，很多人摔倒了。接着，人们发现后面2节车厢和前面的车厢断开了，很多人的手机掉到了铁轨上，于是有人跳下去捡手机。事故呢，造成了部分的列车临时停车或者延误。由于当天北京遇到了中等降雪，救援部门没有提供车辆，所以呢，故障车上的这个乘客只能踏雪步行了半个小时，前往上一站西二旗地铁站，而在那里呢，很多人又没有合适的交通回家。事故在网络形成了热搜，很多人批评当局管理不力，说是什么隐患未及时发现，还好没有人从断开处掉下去。都知道火车运行停靠站时，都会有巡检员步行敲击检查车辆，想必地铁每天晚上收车后或早上出车前必检验车辆，才能保障安全运营。地铁领导管理不到位。还有人说，北京地铁票价从2块涨到7块钱，这车的品质就这样？那目前关于事故原因，官方还在调查。有网友披露是信号系统故障导致后车闯入安全闭塞区间，当发现已经挡不住了。不过具体真相是什么，我们还需要等一等才能知道。但是事故发生之后，一个北京网友几个小时之前的预言被热传。微博网友哪里来的菠萝同学当天的下午4点02分发出的微博称，北京地铁13号线再不维修一下，我真怕你地铁断成2节了。到了晚上8点后，事故发生了，他赶紧在评论区道歉，老铁们，我真不是故意的。随后有网友调侃，官方已经决定了，你来当北京地铁的安全员，你不要谦虚。不过网友更好奇，他怎么知道不维修就会出事故？飞鸟爱天空668问他，所以你为什么说要维修？哪里来的菠萝同学就回答说，因为我就站连接处那段，叮铃咣啷听得我害怕。实际上这也是我更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过去3年，由于中共清零封城以及与世界交恶，摧毁了大批企业，也让大部分的地区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多地公务员降薪，公交停驶。前几天，我和美国华盛顿的经济学家李恒星先生一起做节目时，他还披露，东北某地居然连扫雪的钱都出不起了。在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去视察时，只是扫了李强要经过的路线。12月14日，微博网友剑哥权谋则披露，北京也困难了。北京这次下雪明显除冰速度跟不上了，不但停课停学，还号召居民参与除雪，印象中10几年没有过了。财政多困难，你自己想去吧。他还说要真是除雪剂都撒不起了，如果手上还有个能发出工资的工作，就珍惜着吧。但是我认为真正危险或麻烦的地方还不是失业，而是各地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重大的安全事故。因为经济下行期间，政府和各行业为了压缩开支，一定会开掉很多人，这就导致人手不足，在职者也会人浮于事，人心惶惶。很多本该进行的维修可能就会被省略或者马马虎虎处理。这一次连最不该出问题的中共首都都出了问题，其他地方不更容易出事儿吗？比如就在12月3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10000米高空惊魂事件，发动机的叶片居然破碎断裂，而东方航空公司在不到2年时间居然发生了3次重大事故。去年东航有一架飞机在广西梧州发生了坠毁，事后外界普遍质疑该机的飞行员有蓄意俯冲行为，怀疑是因为公司内部矛盾所致。而就在12月3号发动机叶片破裂事故之后不到1星期，12月9号由上海飞往莫斯科、伦敦的东航 MU533 航班因机械故障返航，飞机在迫降过程中采取了降油措施。管中窥一豹，曾被外界认为安全管理最好的航空公司东航，北京地铁现在都出了问题，其他地方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呢再来谈谈这个中共党魁习近平前2天出访越南的事情。那其实呢，我对双方访问取得这种实质成果是不相信的，因为这2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是面和心不和，又加上了中共在南中国海和越南抢夺油田，以及呢有领土的纠纷，所以越南对中共防范有加，不仅和俄罗斯、美国共加强政治和军事合作，共同呢预防中共，而且在经济上对中共的一带一路也非常谨慎。当然了，由于这个越南还需要中共的贸易和经济支持，所以在表面上还是给了中共很大的礼遇。中共媒体也报道，习近平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呢，真相往往藏在细节中。这2天有2段视频在网上热传，显示出越南从民间到官方对中共实际上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屑。我们也来看一下。第一个视频是中共央视发出的，血旗挥舞，看起来很热闹。但是呢，眼尖的网友发现，在这段34秒的视频中，第12秒处，有一个挥舞着越南国旗的女士对着中共党魁的车队竖起了中指。那被网友发现之后，央视把这段视频给紧急删除了。但是我其实更想知道，央视的审查人员之前是真的疏忽呢，还是故意放水？那第2个视频呢，是中共党魁向越共总书记阮富中敬酒，而阮富中呢，不仅这个屁股连抬都没抬一下，而且呢，随即转过头去跟别人说话。不知道事后中共会怎样看这段所谓的兄弟友谊呢？同样的呢，我不认为这2个事件是偶然发生的，相反，我认为这代表着越南当局和中共渐行渐远。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抗共大潮正日益壮大，每个国家都在主动或被动的站队。越南当局很清楚，中共现在想和美国一起拉拢他们，但是呢，相比美国及其盟友，中共是更不可信的。今年的9月份，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越南，2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那之前，越南仅与4个国家达成这个关系：中共、俄罗斯、印度和韩国。而多年来，由于担心中共不高兴，越南一直拒绝给予美国这一优待。这次重大的历史变化呢，也意味着美越2国都把中共当作对手，试图呢抗衡他在亚洲强势的军事和外交影响力。现在呢，中共一看不好，试图呢再次拉拢越南。越南呢，当然无法呢拒绝金钱援助，但是呢，内心的真实想法还是被2个小小的视频暴露了出来。所以呢，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呢拭目以待。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关注、订阅我的新频道，谢谢，我们下次节目见。